赞好不好？来，20园区一定赞哦，请各位捕捉我们最好的画面。20园区赞。会使讲是咱全台湾上大的这个科学园区哦。那伫这个区块内底包括咱中华馆内的这个智慧精密相关的产业，以及呢可以说在我们彰化地区以及在全国都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目前呢，针对这个部分有22家来投资哈。那已经有这个6家已经确认开始在这个做相关的一个这个建设。那这个预计未来能够提供给我们地方2.5万个这个工作的一个机会，那有4700多个这个4775万的一个产值哦。那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好朋友加入。那咱今晚中华馆监护顶咱这个我们的台61线以及19线跟国1、国3有一条我们的东西向快速道路延伸至我们的20方便的一个衔接，所以未来在交通方面会便利非常的多。另外，彰化县政府现在也开始在规划做可行性评估，有关于园林、埔心、西湖到20地区的这个轻轨的一个部分。我想未来在我们人才的社群方面，以及呢这个往返呢会更加的一个便利。那也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哦，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另外，彰化县呢，在我们的这个田中高铁站还是有一些马上就可以投入生产的一些产业用地，也欢迎我们的这个乡亲需要的乡亲可以来洽询。彰化县政府最近呢致力于在营造一个更好的一个这个投资环境哦，那也欢迎我们乡亲一起投资彰化，一起呢来这边赚大钱哦。蔡镇长，还有赖处长、洪理事长还有各位厂商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是这个对中科都已经申请，而且合配土地的这个合配的土地已经超过56公顷合配土地就是他也缴钱的啦，也准他的所以这个就很确定说这个厂商是要在这边投资的那我想这个中科市集在这个五缺的部分土地没问题，水也一定没问题，电也一定没问题那人力跟这个人才的部分就像刚刚局长刚刚有讲到包括说我们所以各位放心有地方政府的支持。那当然我们在地的，我们也欢迎各位大家就位包括交通，包括我们20有很多的一些文化产业我想这个今天不是我在讲这些的事情，我还是在这边竭诚欢迎各位大家来做出兵，大家来做伙伴，大家来做朋友，感谢各位。